有裁判笛聲鳴起啊！呢場嘅足總杯初級組半準決賽，中西區對海景就開始咗㗎啦。咁頭先講緊天氣問題啦，大家都會辛苦。其實最主要係因為咧就有呢個沙塵氣流吹落嚟香港啊嘛。今日嘅空氣污染指數啊，健康指數真係麻麻地啊。咁啊，處於都係一個比較危險嘅水平啊。咁啊，對於有長期疾病嘅人嚟講咧，今日就都好容易誘發佢哋嗰啲嘅身體不適嘅。咁啊，再加埋今日啊，呢個蒲崗村道對面啊，睇下呢個攻勢先。迪迪馬大嘅解圍，許宏峰右腳一射，哇！呢個波半波你冚埋佢先唔型啊！咁啊，呢個波邊走邊射，其實幾好射㗎。咁啊，佢追入去個阿宏峰呢個時間亦都掌握得唔錯啊！咁啊，開波好快，已經先係一個射門機會中西區，不過就威脅唔到呢邊海景。哎呀！後衞柳志成。咁啊，之前效力過呢個東方啦，俾翻隊長張恒啊，咁啊今日柳志成同張恒就握手呢個後防嘅中路嘅。前面走緊㗎啦，就朴文圭啊，26號嘅韓國球員，球場入翻後呢邊鬥得位，喂落唔到喎，仍然落喺海景球員腳下。萬家朗俾翻張恒，再換翻後，變咗右路，結果從後就頭槌一點。想話打個不過由於海景球員頭先咧舉腳過高被吹罰啊，有一個罰球嘅機會。中西區曾健往點處理啦？將佢遠處位過咗少龍啊，但係蘇沙追得翻喎，耍一耍後面有人幫手咧。出太埋呢個波，想話俾阿彭林林 cut 入去嘅，咁啊亦都俾對方搶走咗啊！間個球，彭林林哨住，中間有蘇沙喺度，蘇沙仰晒手會掟個長俾佢咧，唔到喎呢邊，誒張恒又頂唔到，呢波冇手球，球證冇示意，回翻後范家朗大腳得翻上去就揾阿朴文圭，頂唔贏，隻根波仲有個鄭曉南。拐翻順，翻到右路，力水大咗少少唔緊要，隊友仲接應到啊！第一時間再撈入去，呢個波應該係保羅嘅世界啦。許咗，保羅咁用手啊，因為呢個波咧隨時犯手球啊，佢寧願頭槌解圍啦。蘇沙心下一照轉埋身，呢邊許宏峰又過嚟加入戰團，都係蘇沙攞翻，分去左路呢邊李康廉，推到禁區角位，啄入去，哇！太鐵門啊呢個波！今日海景就由梁曉陽把關，朴文圭呢位韓國外援就入球數字唔算多啊，今季3個入波5個助攻啊，咁啊亦都打一個比較邊路位置。咁啊正前鋒咧就會係鄭曉南嘅7號球員。另一位韓國球員柳志成。又放個長波，又揾佢嘅同鄉朴文圭啊！咁啊呢邊就鍾文俊頭槌頂翻上嚟先，劉浩林一黐，再俾康廉第一時間筆上嚟又攞唔到喎，咁啊蘇沙俾對方一拍咧拍甩咗。咁啊海景嚟講咧就最出名啦啊！而家攞波呢個3號球員梁裕敏啊 ，FC 首爾 K League 球隊啊 ，FC 首爾嘅一個青訓產品，亦都代表個 FC 首爾踢過亞冠㗎，好波之人嚟嘅。朴文圭想喺個左路咧嚟爆翻一段，呢個波一起動。講翻海景嘅梁裕敏啦，其實就今季嘅球隊首席射手啊，雖然打到中場位置，但係入波咧已經去到雙位數。好場迪迪馬，咁我哋而家現場睇到遠少少嘅，其實有啲煙霧㗎，咁啊大家都知其實蒲崗村對面就係鑽石山墳場啊嘛，呢排啲係啦，咁啊中國傳統嘅節日啊習俗啊拜山啊，咁啊再加埋今日本身咧空氣污染都真係差㗎啦，空氣都真係唔多好㗎啦，咁啊再加埋其實我哋喺現場咧偶然都會聞到嗰陣咧焚燒啲香燭啊冥鏹嘅味道飄過嚟嘅。好啦，呢邊執咗上去。蘇沙想話鬧嚟中間啊，咁啊，海景嘅球員包抄呢個集出底線。靠上半場5分鐘，咁啊
呢場足總杯初級組8強賽事，海景同中西區大家都未有紀錄，0-0啊！亦都係中西區呢場波嘅第一次嘅角球。哦，紅啫嘛！哇！大家都習慣啦，不時啊周面後面後場亦都會傳嚟啲喧鬧嘅聲音啊！因為兩場比賽同時進行嘅。好啦，呢邊李康廉拉入嚟，許宏峰頭柱鬥到嘅，不過亦都似乎舉腳就稍高啊，因為對方就稍一烏低身頭槌解圍咁球證就認為呢個係見大家對賽同步進行嘅。嚟緊，張嚟緊。海景隊長張行車翻嚟俾呢個韓國球員柳志成啊，中堅右閘左閘都打得嘅一個多功能球員。猜上去梁月敏第一時間又俾翻柳志成，再彈上去呢個俾失咗啦。蘇沙哇喺俾對方撞甩咗，球證冇吹罰嘅。有經過反攻機會，叉咗去左路，左閘范家朗，一上嚟朴文圭，張行插入中間呢個波，一攞甩咗，許宏峰偷甩咗，分去左路，康廉就嘭嘭聲上㗎啦，亦都前面呢。蘇沙呢亦都走緊位嘅，睇下康廉點處理，拐入大位，擠入去呢個波，許宏峰攞到，但係甩甩地啊！咁啊，張行亦都好穩陣啊！咁啊，呢個球員就雖然都唔後生啊，39歲，但係咧就勝在咧就踢法好實際啊！啊，該解圍時候就解圍，唔會浪費體力佢攞來攞去，亦都可以話海景後場嘅定海神針啊！角球開個短嘅，再俾翻李康廉，加速拐落底線，左腳企喺接嚟。最後亦都係呢個海景球員喺中路包到咧，將個波頂咗出底線。太早啦，真係。嗱，再一次係喺一個左路嘅角球機會啊！咁場波就係海景同中西區今季嘅第2次碰頭啊！上一次碰頭就係聯賽首循環，當時海景係2-1贏波嘅。咁啊，嚟緊佢哋會喺聯賽最後一輪呢都會再對陣嘅，咁啊相信嗰場波亦都會對於冠軍之爭有一個好決定性影響，因為海景喺最後呢3輪賽事呢分別都會對公民同中西區嘅。李康廉角球刮入嚟，許宏峰頭槌頂唔到，撞入嚟中間，蘇沙嚟個倒掛撻咗，窄角度一撳，許宏峰呢個波冇越位啊！窄角度第一時間波你撳入去，射咗入網，上半場。先開紀錄啊！8分鐘睇多次呢個角球攻勢，李康廉刮入嚟，先係許宏峰頭槌一批，龍門口蘇沙打個背倒掛撻咗，解圍不遠，許宏峰第一時間窩利冚入去，遠處入網。上半場8分45秒，中西區先開紀錄。嚟自今日改打中場嘅許宏峰啊，今季入球數字雖然唔多，但係呢球呢，隨時係相當之珍貴啊！對於球隊入喺呢個足總杯初級組晉級嚟講，亦都咁早開咗紀錄咧，咁啊好睇啲，更加好睇啦！啊，相信就杯賽嚟講就更加會博取啊！好啦，呢個波轉過邊個嚟？范家朗左閘啊，過往咗踢過大埔嘅，學文古威呢個波咧攞波轉埋身就靚，可惜想話轉邊去右路咧，力水唔係太夠啊！又俾中西區強截甩咗，劉浩林猜翻俾呢個沈耀陽。亦都見到海景球員壓翻上少少啊，鄭曉南啊對一對線啊，俾翻啲壓力中西區，唔俾佢哋咁容易送上嚟嘅。勁啊！海景嘅反應都快，一失咗波之後咧，已經好快啫，將個成條線咧就推翻壓翻上少少啊，咁啊。呢個波撳入去遠處，彭琳琳就頭槌揈一揈後，自己仲可以再追翻嘅，再刮上嚟。足夠時間，黃力威可以轉埋身望一望，一下插花，幾下插花，對方亦都對位對得好好啊！陸叫插翻後，劉浩林轉邊去左路，觸及中間許宏峰呢個波俾對方兩個夾擊之下咧就甩咗啦。梁宇敏長波放咗過嚟，右路嘅鄭曉南單對迪迪馬。改下幾下嘅動作，好隊友後上助攻幫手嘅呢個波撳入龍門口，鏟射保羅撲到呢個波，撲敏杯咧出腳都出得快㗎，但係保羅你唔好睇佢身形成個滑嘟嘟咁啊，反應非常之快啊！呢下落地落得，睇多次啦，一個 overlap 側落嚟，
出個波出去頭柱都靚啊！咁啊左腳地一時間一跪咧，咁啊保羅亦都封咗個近柱位落地，將個波咧就撲咗出底線，角球嚟嘅啫。開個短嘅，再有米梁宇文即刻掛入龍門口，望唔到鍾文進頭槌批翻出嚟，蘇莎攞到避一避過，再左腳向一比落去，呢個力水到唔到？飛到盡，就劉志成將個波鏟到出界啊！就唔俾呢個對方打個快。咁啦，睇到咧呢個海景啊，一對邊路球員身形唔係好高大啦，26號嘅郭敏圭啦，9號嘅楊迪倫啦，咁啊唔高大，但係都係屬於啲速度啊，咁啊轉向啊比較快嘅球員。咁啊，尤其楊迪倫咧就過往亦都係香港青年軍嘅球員啦，亦都踢過超聯嘅愉園嘅，同埋流浪嘅。咁啊，流浪嗰時亦都喺青英杯入咗球世界波嘅，啊，都相當之扭得嘅一個球員。迪馬咁啊，揸住一球喺手咧，就中西區應該可以踢得更加鬆容不迫啊！卡住。劉浩林落嚟幫波，同李康賢搏腳先。嗰邊李康廉就見到彭琳琳走入去㗎啦，試下放入去。咁但係咧，范家朗亦都醒啊，快一步就遮線，咁啊留翻俾門將梁曉陽輕鬆立住啊！都唔係辦法。海景後場嘅組織張恒俾咗過嚟，范家朗呢邊黃力威即刻埋嚟對線，焗住回翻俾阿張恒啊！又係柳志成，之前有幾次放個長波，揾呢個陳敏圭㗎，今次放個短嘅楊迪倫攞波轉埋身㗎啦，呢邊即刻蘇生埋嚟，想嚟剪壓佢，楊迪倫俾唔俾得穿？好在翻嚟幫手嘅仲有個黃力威。啊！呢個波楊迪倫攞波轉身，亦都哨過去㗎啦。買咗但係范家朗抌落嚟，哎呀！呢個波咁樣抌得太過求其喎，益咗蘇莎，再一攞飛身落地，許宏峰掛住鼻又去唔到啊！而家波落翻去海景嘅潘文圭嗰度，踩翻後，梁宇文、柳志成，再轉咗右邊。路嘅推進，再過埋，睇下點處理啦。撳入嚟頭柱，楊迪倫到唔到啊？呢個波漏咗，咁有個保中鄭曉南，兩下都係。上半場14分鐘10秒啊！哇，好靚啊！鄭曉南連續2次中西區喺左路防守出咗漏洞，今次呢，終於俾對方打穿咗啊！一鬧入嚟頭柱，楊迪倫射唔到，但係第二個補上嘅鄭曉南就及時左腳嚟個鏟射，將個波送入網啊！咁啊，頭柱嘅中西區隊長鍾文俊都已經盡力阻礙咗楊迪倫嘅起腳㗎啦，咁但係後面仲有個鄭曉南及時補上㗎嘛，冇隊友去跟進呢，咁啊變咗鍾文俊呢，呢個波佢一個要守2、3個，其實都辛苦，擋得第一就擋唔到第二個。咁啊，都相當有趣啊！上半場睇緊美國15分鐘已經各自入咗1球啊，中西區就係由許宏峰先開紀錄。咁啊，好快嚟到14分鐘10秒嘅時候呢，海景就由鄭曉南啊嘅入波做出一個回應。打翻1比1啦，而家比數係。咁啊，其實咧喺2年前咧，足總杯初級組決賽咧，中西區都對過海景啊，當時啊都踢得好辛苦，最後去到臨完場咧先由安基斯入波贏2比1嘅。海景唔係一隊容易對付嘅球隊啊。整體性相當之好，球員嘅韌力都好夠啊！啊，好多球員唔係話有咩超聯啊經驗啊咁啊，但係其實例如鄭曉南啊、張恒呢啲，其實喺近幾年踢甲組啊，都係踢得唔錯。好啦，呢邊中西區轉咗左路，分入去龍門口，大家頂唔到。哦，嗰邊後場咧就3星先開紀錄啊！10人應戰。咁啊，打選過呢邊關咗你龍門，哇！梁曉陽啪啪再自己翻身接翻。收波肥優翻嚟啊！咁啊，嗰邊3星就開咗紀錄啦。呢邊係1比1。啊！大嘴打多個有啦，講下點知
哇！南華等冇人啦，南華等。哇！食硬啊！呢場咁樣做打多個。分咗左路，范家朗，海景嘅繼續嘅海景嘅攻勢啊！波掉埋佢啦，單手一個如來神掌一擋，好在翻身仲攞得翻。何文輝轉身咬入嚟，散中人嘅，隔離場個波又飛埋入嚟，呢個時候球證就吹停先。咁啊，同時間啊，兩個場一齊比賽就係咁啊！啲波啊，兩邊都紅到啊，飛來飛去咁樣。一模一樣嘅紅到藍。係啦，兩邊都係紅藍對決啊！沈宇陽撳翻嚟中間，劉浩南再俾曾建房，鍾文俊幫緊佢嘅，攞到輕輕接過咗俾彭琳琳。好啦，呢個波，哎呀，黃力威啊，故意稍後嘅時候就唔係太為意呢個波俾上前，范家朗包到，咁啊安全啊清出邊線。我教球抌入嚟嘅啦，鍾文俊立一立，見到對方咧就縮晒後面都要猜翻後啊，嘗試引翻楊迪倫啦、鄭曉南啲上嚟先嘅。楊康廉一個加速，第二個包到埋嚟噶啦，都俾康廉過到，仲攞得翻個波，調翻隻右腳刮入去，蘇沙動唔動？呢邊就張恒頂到，撐咗喺後面，用個彭琳琳再刮入嚟呢個波。今次又輪到柳志成嚟個解圍，再壓翻入嚟，仲未解晒界回後，劉浩林嚟個撞射省中人，再落喺劉浩林腳下左腳射，靚波！劉浩林精彩，相當精彩，18分半鐘，中西區再次領先，入波嚟自劉浩林，睇多次，黃力威點入中間，許宏峰回後，劉浩林第一個撞射省中人，再彈翻出嚟，左腳立，掃把腳一拉去遠處掛網而入。梁曉陽呢個波咧冇辦法啦，輸身高啊，一寸長嘅一寸強啊！佢就真係舉到隻手盡都係摸到個波皮嘅，可能細酸唔係好痕嘅啫，呢個唔係痕啫，但係空晒門，空晒啊嘛！佢隻手長嘅。冇辦法啦嚇，守門員都係身高着數啊！呢邊就好快打到2-1，即刻海景又打個攻勢上嚟啦！好啊好啊，好睇啊！啊，真係入波蘇喎，似乎呢場。何文輝。位大位咬 U 一射，咁啊力水咪太夠啊！保羅輕鬆立晒，禁區頂啲撞射啊、遠射都真係有翻啲威脅㗎。今日直頭見佢連隻左腳都入個靚波啊！掃把腳一擺啊，唔使大力㗎，最緊要擺落隻角度擺得準啊！啊，比數嚟到2-1啊，中西區再一次領先嘅。鍾文俊嗌一嗌人想放個長波上去，片咗出界啊！雖然黃力威都盡晒人事追。海景後場界外球，范家朗長波掟上去，鄭曉南批咗過嚟，隊友朴文圭左路引到4個球員都俾佢拐咗入嚟，俾到呢個梁迪倫，右邊有隊友空晒㗎啦，分咗過去，睇下點樣處理啦。佢哋入波嚟自右路嘅呢波猜過去遠處波咗少少，仲攞到嘅鄭曉南，哎呀，最後立到左腳立就立到，但係個波你如細微你都係碌咗足底線。呢個波就許宏峰啊，開波好早段，呢個波嚟個右腳掛射啊，承唔認啊！長波開上嚟，蘇沙頭槌線後，黃力威幾下假身。范家朗追得好貼，都俾黃力威出到，遠處到唔到啊？康廉食得唔係好應，最後再困中咗海景球員嘅底線。啱啱黃力威就單對住范家朗啊，咁啊幾下假動作再嚟個變速就突破咗，俾佢咬到腰出到個波啊！角球，李康廉隔離頭柱，今次又係許宏峰，不過今次頂高咗啊！咁啊，第一個入波亦都係嚟自角球㗎，中西區又係由康廉開去頭柱，就許宏峰嚟到22分鐘，大概係進行咗一半時間，比數中西區2-1領先。先開紀錄嘅係中西區嘅許宏峰，及後海景就由鄭曉南扳平比數。而劉浩林嘅禁區頂左腳射個掛網波啊，就貼咗中西區再一次領先2-1啊！何文圭
落咗喺楊迪倫腳下，分翻右路，切向前，洪文圭攞到嘅，單對單對住沈耀陽，幾下假腳都係回翻後。海景重新再組織啦，柳志成、梁宇敏，梁宇敏就會係海景個中場控制節奏派牌球員啦。呢個波一個平飛波擠上去，想俾阿鄭曉南做個頭槌二傳就頂唔應啦。呢個波猜過去就俾失咗喎，落翻中西區強腳下，轉咗左路，李康廉回翻後，再打個長嘅蘇沙對住呢個柳志成，拐翻上左腳，回翻後俾李康廉先，插入中間，劉浩南順勢轉過嚟右路，彭林林又見到對方海景強翻晒嚟啊，咁所以都猜翻後先啊。沈耀陽想撳落去，但係俾對方解到圍，呢波就砸佢出界啊！呢個波刮入去龍門口，許宏峰又一次頂到，不過又係頂到波底啊！咁啊，雖然今日打個中場位置喎，但係許宏峰都相當活躍啊，經常後上揾到啲攻門機會嘅。咁啊，呢個攻勢架球展開啦，抌咗入嚟就叫順咗，沈耀陽就即刻放入去個波底嘅。楊俊熙猜翻過去，張恒。柳志成再俾翻呢個梁宇敏派牌，執咗上嚟。攞到嘅楊迪倫，但係轉唔到身啊，焗住都係要回翻後。哇，其實亦都之前有新聞講過㗎啦，咁啊喺香港呢邊球季季中嘅時候咧，就韓國嗰邊有球會就應該係 K2 球會向呢個梁宇敏啦3號仔啊，海景3號仔招手嘅，咁但係佢就決定繼續留喺香港踢埋呢半季先。再之後先睇下會點啦，會唔會呢個球員喺下年會有機會超聯亮相咧？好啦，呢邊衰下方個直線鄭曉南，咁啊呢邊迪迪亞包到啊，將個清咗出去邊線。但球好快開入嚟，沈耀陽好似呢個波撞都頂翻後嘅，好在咧迪迪亞想話，好在呢邊曾健晃咧就翻。波保羅開咗上嚟，張恒頂到，食緊波，但係個竇德偉最後齊攞唔到，就落咗喺海景強腳下，即刻想話截去左路，又係俾阿霍文圭走啊！今次快一步，彭林林解圍先嘅，許宏峰同張恒竇德偉，最後波落咗喺梁宇敏腳下，猜翻過嚟范家朗，再俾翻佢哋嘅發板球員啊梁宇敏啊，即刻轉過去右路，謝兆康就喺度好整以下，又流入嚟呢邊頭門口，今次就鄭曉南食唔應個波，喂！今日我哋都講咗好第3、4次嘅喎，真係不斷咁喺呢個海景嘅右路好多攻勢喎。睇多次啊！轉邊之後，謝兆康側入嚟，又係呢啲波側入嚟頭柱嘅位置，可惜鄭曉南呢個波咧就食得唔係太硬啦。咁啊，最後中西區球解圍，角球開個短嘅，霍文圭單對單叫嚟叫去，突破唔到啊！咁啊，守得好穩啊，黃力圭。執入嚟中間，鄭曉南執入去，彭林林解圍執翻出嚟就張恒作勢射唔係，俾翻梁宇敏拐過一關，
再推進，左腳一撳咁啊，食得唔係太硬啊個波，撳死咗嘅。上半場你都接近，其實係我未睇。波開咗上嚟，黃力威攞到嘅，都係彈翻後俾翻阿林林先嚇。鍾文津見到對方就海景嘅球員個布陣都未見咩鬆散，揾唔到咩空間，都係再轉移翻去左邊試探下先嚇，即刻埋嚟撲呢邊曾健火好瀟灑喎，輕輕一搓避過咗對方。迪迪馬呢個波大腳筆上嚟啦，咁啊，一見到個波傳俾迪迪馬咧，即刻兩個就衝埋去，咁啊迪迪馬咧就嗱臨啊少少滾水淥腳咁啊踢到個波出界。梁俊熙，海景嘅中場球員，兩張行。有志成，質落嚟，梁迪倫轉唔到身啦，咁啊右路，張恒同柳志成後場，大家互相猜傳嚇。林家朗都係去唔到啊，對中西強對線都對得好快啊！志成猜咗去右路呢個波猜失咗啦，李康廉即係嚟中間走甩咗嘅許宏峰叫順咗，再猜右邊，黃力威一立腳角度一撥入網，3-1。上半場30分鐘，咁啊先係嚟自海景個後場猜傳失誤，李康廉走嚟中間就完全走甩晒許宏峰，攤到凍晒，引咗兩個球埋嚟，先至分去右邊，黃力威再攤凍啲，右腳一立。先至擺去遠處角啊！其實都係唔處理少少係海景球員個回防，其實都算係慢嘅，幾下都攤到去第二、第三時間先係處理，但係亦都有足夠時間俾黃力威射埋最後嗰腳。擺晒態咁啊，嚟到3-1啦！30分鐘係咪？仲未入到波啊，係嘛？又好曳啊，黃力威啊，係嘛？如果好啲又入唔到添，就翻到慢，而家咁慢。解圍翻上嚟，許宏峰頭槌輕輕壓後，呢邊柳志成攞到甩地腳，好在自己仲可以修正翻。梁俊熙分翻嚟中間，睇下點處理啦。同埋呢邊中西區強揸住兩球嘅優勢都唔同你急啦。呢邊柳志成引球出擊，帶咗上嚟，俾到朴敏圭攞波轉埋身，隊友走緊嘅楊迪倫呢個攞個波閃身過埋靚嘅，再分去右路，又係右邊嘅策動攻勢。今日海景好有威脅啊右路，再俾翻朴敏圭兩下轉身，擺脱唔到對方，越帶越後，焗住又要俾翻呢個佢哋嘅 key 波球員啊！梁月敏啊，同埋呢一陣攻勢打唔到咧，咁啊唯有重新再猜過啦。好啦，呢個波又係因為有猶豫，又俾對方中西區托甩咗。許宏峰自己有個加速，兩個中間強行過咗，俾對方掉一掉，咁啊掉開咗。哦，梁月敏瀟灑過完一個，再過一個，再拐上左腳，呢個波阻人前進啊！佢哋夾咗㗎啦，唔翻個都冇超都有。球攻神鄭曉南。猜翻後俾范家朗，又係柳志成。范家朗再俾翻柳志成。柳志成係咁嗌人走，要揾人驗位啊！好啦，自己推咗上去，又截停咗。好在個波咧碌咗落去呢個楊迪倫腳下，楊迪倫得個頭就係紅咧，係咁沿住左邊去噶啦，叫翻進隻右腳，
彈去右路過唔到呢邊，沈耀陽頭場壓翻出嚟，劉浩林俾到李康廉過唔到呢個劉永生，劉永生分落地波都攞埋，點處理啊？想話嗱刮入去啊，省中人喎。我有咗好耐嘅好似。咁啊，三星入咗波之後咧，形勢更加一面倒啊！因為我哋打少個，南華真係圍住佢嗰個半場嚟揼啊！咁啊，究竟圍足90分鐘之後，南華可唔可以扳平呢？咁啊，兩場賽事嘅賽贏家咧就會喺呢個4強對陣嘅。三星猜波猜得好㗎，啲全班都小球底好㗎嘛，猜你唔夠三星猜㗎。三星佢哋猜死你㗎。同埋如果佢縮晒喺後面嘅話咧，其實都幾難打啊！咁啊，就算你有和達咧，都唔係咁上算啊！人多矮多嬲死象啊！好啦，繼續海景呢邊就又喺右路策動攻勢喎，幾次真係食過翻尋味啊！咁啊，睇下中西區會都有翻多啲嘅應對嘅掃檔嘅位置，就多啲去關照翻左路咧。鏡頭影住中西區嘅後備席啊！冇左閘。呢個波鄭曉南又想嚟個轉身，中西區強解圍，個波出翻嚟，又係梁宇敏心口一照，自己攞波轉身，俾翻張恒，想話分嚟左路力水唔係太夠，黃力威點翻後彭林林，再俾呢邊邊個到先？梁宇敏快一步將個波清咗出嚟，都叫隊友慢啲啦，需要急啊！因為呢陣海景都攞翻啲控球權同有攻勢嘅，呢個波許宏峰一攞，咁啊俾楊宇敏攝咗個位之後，許宏峰踩喺對方咧就有少少擒拿手擒跌咗對方嘅。好啦，呢邊梁宇敏，咁啊左路范家朗，黃力威亦都即刻埋嚟對線啊，張恒都開埋嗰個上嚟幫手噶啦。有個角球添，你好忙喎，等你。好啦，呢邊海景攻勢又係楊迪倫，哇轉身又係覺得靚喎，再分嚟左手邊啊，連續兩下楊迪倫中間攞波一攞個轉身就去得好靚啊，翻嚟中間迪馬大腳勾銷，蘇沙黐得落嚟，黐得相當之靚。呢邊黃力威就大把機會大步走，成個半場任去推㗎啦。呢個波壓對去禁區頂，再撳翻嚟核地唔緊要，蘇沙都攞到嘅。再順勢轉去左邊，哎呀力水人前波後啊，康廉都仲攞得翻啊！單對住劉永生，拐翻上隻右腳，劉永生仲係對住嗰條線嘅，壓落底線左就篤入嚟，呢邊就包到。哦，2-0啊！好啦，隔離場三星贏到2-0啊！喺打少一個之下，原來10打11更加強過三星。好啦，呢邊中西區又有攻勢，剁入嚟，張恒頭槌解圍。睇重播先，今晚場波翻嚟。文貴攞到轉埋身，放上去呢個波隊友鄭曉南瞓落地都攞到，但係可惜呢邊仲有個包抄嘅就係沈耀陽。好啦，鍾文俊又俾翻過嚟黃力威，掃一個假腳，波係完嘅。插入中間劉浩林。好似第一個角球嚟㗎嘛佢。咁啊，如果啊而家目前兩邊嘅比數維持到完，即係話咧中西區同三星贏嘅話咧，咁啊呢個4強起碼有趣喎，因為聯賽嘅時候三星咧就贏過呢個中西區㗎。呢個波一攞輕輕挑起，避過埋嘅對方嘅攔截，黃力威但係冇隊友接應，再自己做個假身壓落底線，對方攝到埋嚟。咁啊，朴敏貴呢個波攝得靚啊，波都攞埋你嘅，轉埋身啦，俾翻范家朗，再俾翻朴敏貴，殺一殺冇人埋嚟拍，好定當插入中間，梁宇敏分翻過嚟俾范家朗，咁啊冇人埋嚟拍，我可以慢慢做咯喎。翻俾梁宇敏，楊迪倫，張恒，再俾翻梁宇敏，都係做翻幾下手勢表示，喂冇人換位喎，好難做喎，咁樣俾邊個啊？啊焗住都係還傳俾柳志成先。咁啊，梁宇敏真係冇乜支援啊，好多時都冇乜選擇可以放到啲波上去啦。今次柳志成放到，朴敏貴，跟到右路。謝兆康，即係中間呢波省眾人啊！咁啊，見到啲波一分去右邊之後咧，咁啊中西區
好嘅中場球員包落去幫手，堵塞翻啲位置啊！好幾次俾海景右路做咗突破之後咧，都要有翻啲對策嘅。張恒俾上嚟，約迪倫。咁啊，上半場即將近去39分鐘啊，比賽3-1就中西區領先嘅呢場波真係。半場未完啦，未到啊，咁啊已經有4個波㗎啦。梁宇敏呢邊就蘇沙埋嚟拍嘅時候，個手踭就呃到阿梁宇敏啊。我睇留言咧，咁啊見到好幾次就柳志成就更加多添，好多啲喺中間就打啲長波上去揾隊友接應啊。咁啊梁宇敏亦都好興放長波，成日揾人哋啊。分咗左路，范家朗猜翻後俾隊長張恒，立一立腳背彈過嚟，陳文貴呢個波想話打個直線俾呢個梁宇敏 cut 入去，就俾對方打斷咗。最後呢個波亦都用犯規嚟撳停咗蘇沙。好啦，嗰邊雙南華局攻㗎啦，贏緊2球啊！因為而家三星，咁啊南華就輸緊2球，但係又打少多一個人嘅優勢啊！我睇下佢哋嗰邊又會點追啦。鍾文俊、曾健芳啊，幫落嚟幫波啊！其實佢箍波都幾穩嘅呢個球員。唔好睇佢哋打中鋒出身啊！哇，其實近10年8載佢都比較多咧，打一啲防中啊、中堅位置。好啦，保羅呢個波試下長波放上去，王力威頂唔到，哎呀，張恒頂咗王力威背脊，最後呢個波王力威就撞跌咗呢個張恒被吹罰啊！俾牌。呢邊就海景就都見到俾中西區對位啊，遮線遮得好緊要喎，佢哋都好難打入去。呢個波又試下放個長波入嚟，攞就攞到㗎啦。梁宇敏又試下放個斜傳，呢邊范家朗個力水啱啱好啊！梁宇敏呢個真係好波之人嚟嘅。范家朗攞多2攞，再做到個修正咧，就要省眾人嘅呢個出波。你睇到梁宇敏去嗰個攞波啦，好多時候咧就唔需要再做咩修正嘅。一攞已經可以決定到咧下一步自己要點做，即係你始終就係 K1 球會出嚟嘅青訓嘅球員，就真係級數係唔同啲啊！畢竟都踢過高水平嘅球隊同高水平賽事。海景左路角球攻勢，睇下點樣可處理啦呢個波，刮到過去遠處，蘇沙頂翻出嚟，石根波，鄭曉南呢個波撳低啊，抽高咗。踢咗板球場，直接跌入板球場啊！咁耐呢個罰球。好啦，呢邊保羅擺定同佢踢。上半場就去到尾聲啊，42分半鐘，中西區揸住2球優勢，3-1領先。呢個波大腳刮翻上嚟，又係朴敏圭攞到嘅，2個招呼佢，猜翻嚟中間攞到，想話嚟個轉身，梁宇敏分咗個右路，再拐呢邊鄭曉南。仍然喺海景強腳下回翻過嚟，謝兆康刮入嚟，大家齊頂唔到呢個波就射身之下就漏咗過嚟，就彭林立晒。望前面試下放個長波俾許宏峰哨啦，速度上去就肯定快張恒一截㗎啦，右腳留到，但係張恒亦都醒啊，半轉身追翻落去就篤翻後俾門將梁曉陽解圍，未出晒界，出咗界。咁亦都係注釋張恒鬥速度肯定輸俾許宏峰㗎啦，所以咧佢就半轉身追入去，等個許宏峰一壓入中路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包入去就快腳篤走。呢個波讚壞咗啦，一攞甩咗，王力威玩翻中間，許宏峰猜翻後俾曾健房掃一掃，嗰邊走入去嘅就係劉浩林，鬧去中路及時就包抄嘅就係劉永生走翻中間。影影呢邊先。好啦，嗰邊有個攻勢喎，就三星同南華贏緊2球啦，三星雖然係10人應戰就係喺門將呢個黃子豪被逐之後咧，
好啦，呢邊就有個角球攻勢喺中西區右路，康廉就慢慢執定啊。連埋呢陣攻勢上半場都真係時間都所餘無幾，因為上半場都冇乜受傷停頓位啊，咁啊預計補時都可能係1分鐘咁上下嘅啫。李康廉角球開入嚟中路頂就頂到，完全升高頂贏晒，4個1皮。入波嘅係蘇莎，44分半鐘。但係呢個波頂完之後，佢自己亦都落埋地咧，就似乎有受傷。睇翻慢鏡睇下咩事發生啦。康廉開咗落嚟，角球落點啱啱好蘇莎頂贏咗。哎呀，一落地嘅時候會唔會係傷到邊度呢？撞到塊面啊！哎呀，好似流咗啲血喎個鼻同嘴之間有血啊！落地嘅時候冚親啊可能。咁啊，但係無論如何入波就有效嘅，係4比1啦，而家贏到。咁我哋睇下第2次交手爭論。揾唔到。喺後場嘅得勝參與。呢個波入波，見到蘇莎完全係頂贏晒嘅。咁亦都係如頭先所講，即係門將有時身高就好優身高優勢。睇㗎你，可以兩黃一紅嗰啲啊！你好啦，隔離場咧又好熱鬧喎，南華對3星啊！啲范俊文嚟㗎呢啲。個樣好似你做嘅呢個。你阿南華即刻換佢走啊！半場蘇莎冇事啊！好啦，咁啊蘇莎喺場邊就而家仍然接受緊呢個軍醫嘅治理啊，咁啊而家處理一下先。咁啊應該係撞一撞到嘅啫，咁啊衝一衝止一止血就應該冇嘢嘅。比賽㗎啦。咁啊4比1啦，咁啊上半場嘅法定時間亦都完咗，而家補時都補1分半鐘啦。咁啊啱啱因為球員受傷嘅時候，相信咧就球證都會補翻一啲嘅時間嘅。不過相信都會喺1分鐘之內就完㗎啦，上半場啊。梁宇敏、鄭曉南回翻後，哎呀輸咗！呢邊柳志成再分去右路，再差翻俾劉志成，分翻去右邊，劉永生。咁啊呢個時候咧，裁判啊亦都鳴笛完上半場賽事，呢場足總杯初級組8強比賽，中西區上半場4比1領先緊呢個海景，締造到4比1嘅賽果啊！咁啊下半場即將開始。咁啊呢場波嘅勝方又將會同我哋而家背脊位置啊後面另一場賽事南華對3星嘅贏家咧就會喺呢個4強交手㗎。暫時嗰邊咧就3星2比0領先。打尖嘅突然間。大家唔好誤會啊！啱啱迪星就係隔離嗰場南華對3星嘅下半場開波嘅。我哋呢邊仲有啲嘢要處理緊啊，裁判。咁啊，麻影嗰邊禁區似乎海景門將梁曉陽就發現咗啲嘢，可能啲門假嘅咁啊，亦都示意球證埋嚟 check 先。整 check 之後 OK 啦。賽事下半場賽事即將可以開始啊！裁判員笛聲鳴起啊！呢場足總杯初級組8強賽事，中西區對海景進入下半場啊！即刻埋嚟撲上嚟搶㗎啦！呢邊海景落後緊3球啊！咁啊，對佢哋嚟講，今季都比較少見啊！半場輸到3球。好，呢邊操咗重圍，劉浩林分過去，呢個波呀，撻咗 Q 喎，益咗李康廉，側角度左腳射。甩咗，再有個科魯將個波踩埋入網。黃力威，下半場30秒啊！中西區贏到5比1啦。先係謝兆康嘅失誤，李康廉左腳射門將撲後咗，最後後上黃力威輕輕鬆鬆鄧子峰將個波踩入網。咁啊嗱，畢竟就大家要知道學界足球就同甲組聯賽嘅水平咧係爭有一定嘅距離嘅。
即係你喺學界威風八面咧，唔代表你嚟到甲組咧都係球王啊！咁啊，梁曉陽呢個波少少甩碌啦，咁啊當然佢上半場嘅表現都唔錯嘅，咁但係呢下就個飛撲嘅撲得唔係太好啊！一擋完之後個波咧仲碌咗去後柱，咁啊見到佢個樣都有少少失望啊！咁啊後生仔唔緊要啦，繼續努力啊！咁啊踢波就係咁噶啦，青年球員就不斷由錯誤之中啊、失誤之中學習啊！咁啊，但係咧輸到5-1咧，咁啊都真係難打，尤其呢場係杯賽啊！咁啊，你話聯賽即係可能都仲或者拉近啲要追得失球啊，杯賽就只有勝同負 ，yes or no 嘅啫，咁啊。對於海景嘅教練團嚟講，都真係可以諗啲咩計仔咧？咁啊，落後到5-1。下半場只係踢咗2分鐘嘅啫，咁啊衝40幾分鐘嘅賽事啊！咁啊又即管睇下會唔會繼續再有入波啦？呢場都係大手交易啊！亦都係中西區今季都真係，自從大衛巴拉就傷患之後啦，咁啊中西區就進攻線就少咗把。柳志成上咗前場㗎啦，跟嚟右路謝兆康，咁啊頭先個失波咧，佢就多多少少都要負一啲責任㗎啦。其實佢就包到㗎啦，咁啊但係就揦唔晒個波，就益咗呢個李康廉啦。呢個波界外球唔過頭添喎，咁啊去到成年組別嚟講，呢啲失誤就真係比較少有啦，即係點啊？咁要讓冚上嚟，輪翻入中間，留咗落嚟，楊俊熙猜翻後面張恒，輕輕挑高咗，梁宇敏想話放個直線，呢邊就線路就麻麻地啊，保羅就出形將個波立晒。保羅哇大腳直接吊上嚟前場，蘇沙攞唔到，漏咗去右手邊和力，喂烏到個身咁低，都叫頂到，甩咗手我打個後抽，咁啊省中咗呢個范家樂出邊。哇！射極都唔入。中場嘅爭奪，大家邊個鬥法，最後呢個波就海景球員就踢咗出界啊！加球海景後場呢個波又猜失咗，蘇沙引咗幾個呢個波，想話回後省中人嘅何文貴執入中間，轉嚟右路謝兆康黐咗落嚟靚嘅撳入嚟中間，梁宇敏拖順咗左棍仔嚟嘅呢個，拐翻順再分去左路，范家朗都後上殺埋上嚟㗎啦，立一立叫出㗎啦呢個波，掟入去呢個波走漏咗，但係唔緊要，迪迪馬往後呢個波何文貴過你一個抽掛網波。追成5-2，但呢邊亦都有隊友受傷，啊入咗㗎啦個波，睇翻呢個慢鏡重播啊！轉咗左路，范家朗吊入去，迪迪馬頭錘一拱之後，學敏圭呢個波咧冇人看管之下，第一時間嚟個窩裏拉射啊，掛網而入。追到5-2啊，咁又變翻3球差距喎。入波就嚟到7個啦，咁啊雙方都打得好開放嘅真係。沈耀陽左路推進，哎呀呢個波康連少少老貓少數啊！傳咗上去左路，朴敏圭同對方大鬥法，呢個波應該推甩。球證冇吹罰啊，只係搏咗界外球嘅啫。
咁啊，翻查翻今季紀錄咧，其實海景一場波失5球，其實應該都係第一次嘅啫。單刀。咁啊，當然佢哋就試過3-0輸俾和富社企啦。如果輸過3-0俾南華咁啊，落敗嘅差距就試過係3球嘅，但係一場失5球真係未試過啊！今季。好啦，呢波又撲甩咗，劉永生想個立嚟中間甩咗腳嘅，劉浩林又俾對方截甩咗，楊迪倫話差得好短喎呢個波，仍然落喺呢個海景球腳下，楊迪倫側入去，梁宇敏1個對3個都俾翻楊迪倫，楊迪倫再撳入去，呢邊就鍾文俊加腳大腳解圍，咁啊現場開始有少少雨落。李康廉同柳志成大鬥法，呢波最後 last touch 係康。時候下半場啦，好啦，睇翻呢邊，刮入去遠處頭槌頂到嘅，龍門再加腳大運戰，球證俾咗騎士以越位，呢邊唔理啦，解咗圍先啦，蘇沙呢個波轉身去，仲有高翻咧，黃力威大步走完至右路快放，再搭順浸入嚟中間，許宏峰面對梁曉陽一射，哎呀唔中目標啊！哇！呢個轉手圍攻相當之快，前後都係5-6秒之間已經打到上去前場。黃力威撳入嚟少少波勾咗，許宏峰可惜食得唔係太應啊！咁啊面對住門將梁曉陽呢個波好有機會再入一球啊！呢個冇啫。咁啊，隔離場似乎形勢又會再緊湊啲啦，因為南華博多12碼，再加上我哋本身就打多一個㗎，如果追翻球就肯定更加精彩。呢邊就5-2，嗰邊暫時2-0啊！好啦，我哋就睇睇隔離場南華對三星嘅情況啊！而家南華有個12碼嘅。好啦，呢邊攻到上嚟中西區，曾憲房、劉浩南再分落去呢個波康廉突破入咗禁區啦，左腳流去龍門口，有人包到，呢個波飛到盡啊！應該就係張恒嚟嘅。哇！嗰邊個12碼遲遲未射得到啊！哇，好多投訴啊！咁啊，三星嘅球迷就不斷去球證理論討論，咁啊，球證要好耐心咁同我哋解釋啊！盧卡斯都傾咗5分鐘。呢邊謝兆康又刮入嚟，鍾文俊鬥高咗，射緊波，梁元猛心口照橫咗，曾賢芳從後將個波攔截，再大腳送上嚟，呢個波俾唔俾到穿？劉永生應該追住嘅，許宏峰一個跨步回翻後。李康廉又一個後上啊，連續2次下半場喺左路 cut 入去禁區㗎啦，一個打2個過唔到，鄭曉南筆翻上嚟，梁裕晚心口照轉埋身嘅，吸翻定隻左腳先至放個長波，呢邊就左路係咁哨，我哋又係呢個朴敏圭呢波啱嘅對禁區，咁啊最後包到嘅就係呢個彭琳琳啊，嗰邊廂就追翻1球，南華就12碼由和達建功追成2-1啦，咁啊。形勢更加激烈啦！呢邊就中西區嘅攣住個大髀喎，會唔會肌肉拉傷呢？因為呢，其實如果你話碰撞硬傷都還可以忍一忍，有排肌肉拉傷嘅話呢，就真係都幾麻煩啦。我睇下咩環境啦。如果再喺稍早嘅時間就贏波嘅。好啦，呢邊海景有個角球攻勢啊，左路嘅角球攻勢。咁啊，元朗就互射12碼淘汰咗公民啦，公民就贏住2球，俾呢個元朗喺最後階段追平12碼，亦都係公民領先嘅。咁但係最後咧就第5輪就盧君儀射失咗，最後都突然死亡咧就公民亦都落敗埋啊！咁啊，至於呢個深水埗就法定時間擊敗咗呢個晉峰嘅。換咗個陳曉峰。好啦，劉浩林果然換走咗，咁啊後備入替就17號嘅陳曉峰啊，肥頭啊！好啦，海景角球刮去遠處位，最後就曾健晃一路褪位嘅時候就將個波篤咗出界。似乎劉浩傷個大髀嘅肌肉啊，真係唔能夠繼續比賽，因為真係拉傷，肌肉拉傷啊，係真係好難繼續捱落去嘅。咁啊，早換翻個咁啊，
保持翻個球隊活力啊！梁宇敏開入嚟頭柱，呢、個波就吹罰咗海景嘅球員啊！嗰個講英文停咗完未？停咗完未？停咗 OK。長傳開上嚟呢個波，蘇沙左腳彈過去，黃力威今日都有一球進帳啊！幾下插翻落底，再吸翻，會隻左腳刮入嚟，包到嘅柳志成大腳筆走咗去，加球。如果想大家多啲互射10面馬咧，就要睇球證同。加球中西區掟入嚟，黃力威黐到嘅，范家朗撲甩咗。呢、個波最後想話帶出重圍嘅時候咧就犯規啊！吹罰咗應該係陳曉峰嘅。有影中堅柳志成。咁樣俾張恒，楊俊熙再俾咗柳志成，劉永生俾咗楊俊熙，兩個埋力夾去，分到上嚟，想話再傳呢個波俾唔到梁宇敏啊！迪馬大腳筆上去，呢邊黃力威哨晒㗎啦，但張恒輕鬆快一步啊，左腳輕輕彈翻上嚟，范家朗推過咗半場。呢邊亦都有啲犯規嘅動作，俾球證吹罰咗嘅。海景亦都有一個調動㗎，咁啊15號嘅曾超浩就後備上嗰陣㗎啦。咁啊，曾超浩就應該係入替咗呢個鄭曉南嘅。咁啊，呢個調動之後咧，就曾超浩會打翻個中場嘅位置，就3號仔啊梁宇敏咧就拱翻上前嘅，就打翻個前鋒啊。加球，許宏峰輕輕鬥後，黃力威又發揮個速度，呢邊張恒拉都拉佢唔住，黃力威仍然推到去禁區頂，入埋禁區，點處理？右腳撳到遠處，直接入埋6-2。黃力威嘅個人表演啊，呢球真係下半場16分半鐘啊！黃力威一個後上，發揮個速度，張恒拉佢唔住，然後一個打兩個推埋入禁區，最後右腳掃把腳撳去遠處。似乎門將又有多少少叫負啲責任。其實呢個波咧力水就唔係好大，角度係刁轉嘅，但係其實咧唔係話未至於話封唔到啊，但係個波最後都係萬流尾袋啊！咁啊贏到6-2啦，海景落後緊，又一次落後嘅呢個4球嘅差距啊！星就同南華就真係繼續充滿火藥味啊，都正常嘅。踢得咁激烈啊，2-1嘅比數肯定就多埋牙，嗰邊海多景爭拗啦。嗰邊咧呢邊廂咧就海景亦都準備換人啦。當然呢邊就真係火氣就使好多啊，畢竟個差距拉開咗。咁啊，而且大家都冇乜任何過激嘅動作啊，大家都踢得相對係斯文嘅。海景嘅換人，咁啊換入郭祖威啊，咁啊再加強進攻能力啊，咁啊換走呢個。郭祖威入場之後就打翻個正前鋒，就梁宇敏打翻一個叫做可能係一個9號半嘅位置啦，一個後上嘅一個 second striker 咁嘅角色啦。咁啊，柳志成跟住嚟右路，劉永生試下放個長波俾郭祖威去跑啦。出咗界，睇睇呢邊先。
好啦，我哋又睇下隔離場南華呢邊又有個罰球攻勢啄入去，唔到啊，唔立晒。隨時42碼。但係最慘南華，你見到佢係撳住嚟揼，但係佢入到對方禁區嘅次數唔係太高。好啦，呢邊許宏峰右腳一個瞓身勾到過嚟，後上嘅彭琳琳又係右路突破，刮入嚟呢邊蘇沙頭槌頂7-2。除咗用崩潰嚟形容海景嘅防守之外，都冇乜嘢好講啦。咁啊，今次真係唔關梁曉陽事啦。但係似乎咧對角呢個位咧今日好旺喎，呢邊無論係上半場嘅海景還是下半場中西區都好多攻勢啊！呢個波出入嚟蘇沙無人香管輕鬆頂成7-2啊！助攻嚟自彭琳琳，蘇沙今日都2粒啦，王力威2粒，蘇沙都2粒，仲要2個都係頭槌啊！蘇沙今日2個入波都係頭槌。換壞邊個？哦，安基斯。呢個時候安基斯亦都好整以下喺場邊準備後備上陣。鄧廣恒好似就冇錯，咁啊安基斯同鄧廣恒啦，咁啊已經喺場邊準備嘅時候。好啦，呢邊就咁啊睇下鄧廣恒亦都將會嚟緊入場會入替邊個啦，咁啊吳仔就中場啦，咁啊許宏峰喎，為球隊開紀錄嘅許宏峰亦都被換出啊！佢唔係啊，佢攞完個波係後備直踢撚走個波啊！你睇唔到邊個啊？佢應該自己見到嘅，佢自己見到嘅。佢可以俾曬啊！咁啊，都係對海景士氣幾沉重打擊啊！即係下半場就一度追翻到5-2嘅時候，突然間呢邊中西區又泵多2球嚟到7-2啊！呢邊梁曉陽打個短嘅，哎呀少少誤會，好在柳志成都俾到過嚟，劉永生再叉上嚟，背一漏咁啊！呢邊啄個出。柳志成落嚟幫波嘅曾超浩，分咗過嚟左邊嘅張恒，直接掟個長波上去，俾阿朴敏圭哨噶啦。咁啊，朴敏圭咧呢個波就追唔到，亦都快一步就係彭琳琳解圍嘅，架球長波掟入去。頭槌頂走咗嘅就係呢個鍾文俊啊，繼續係海景嘅架球。咁啊，下半場踢咗22分鐘，即係話下半場進行一半時間啦，比數已經嚟到7-1啦。蘇沙回翻後，王力威今日都有2球進帳，插嚟後備入替嘅陳曉峰，呢個波就撲到對方嘅楊俊熙犯規啊！彭琳琳長傳掟上去，張恒頭傳壓翻落嚟，石根波，大家爭長爭奪，益晒呢個陳曉峰。陳曉峰攞到，哨一哨，冇乜選擇，猜翻俾迪迪打先。沈宇陽落嚟幫波，咁啊隔離呢邊雙咧就嗱，哇！終於追成2-2咯喎。咁啊，似乎呢邊咧。中西區贏到7-2，隔離2-2咁啊，可能中西區啲人會有啲分心咧，都關心下隔離會對邊隊咧，真係。因為呢邊就中西區嘅出線機會都真係幾穩陣，有5球嘅優勢啊！再側上嚟，哎呀，鄧廣恒呢個波想話留入中間，俾唔到隊友。好啦，海景有個反擊機會，朴敏圭點樣處理？分過嚟右路，梁宇敏拐入大位，呢邊沈耀陽好嘢，攝咗個位之後搏埋犯規添。打靜啲先，而家2-2好上次講。一定係咁可以先，杯賽嚟嘅。後場罰球，咁啊，無論係現場觀眾啦，咁啊，甚至乎有時，咁啊，裁判員嗰啲都好似
都好緊張嘅，因為周不時隔離場都傳嚟好啲喧嘩聲啊咁啊。畢竟嗰邊就形勢真係緊湊過呢邊好多。呢邊就睇下會唔會繼續入球數啦，繼續有多啲入波啦。陳曉峰轉過去，安基斯切得靚喎，後備上陣嘅入替咗康廉啊，搞兩搞，拐入大位，對方跟得好貼喎，打個後抽，呢邊5波鬥框，鄧廣恆入埋禁區㗎啦，左腳нав入龍門口，呢個波邊個到先？今次門將梁曉陽落地就揦到個波啦，即刻碌過嚟，梁宇文。哇！幾個埋嚟困住佢啊，焗住將個波猜去左路嘅范家朗，輕輕俾上去，都係俾翻去俾阿范家朗喎。試下放個長波省中人，黃力威挑高咗個波，何敏圭落到黐落嚟，黃力威埋嚟幫手，再加個曾健房，終於拍甩咗啦。黃力威想話衝向前，好啦，仍然係海景攻勢，控住個波後面組織啊，炸糊。嗰邊就南華食咗個炸糊，但係佢哋嘅攻勢就浪接浪㗎啦，短時間之內追咗2球，氣勢大增。呢邊就海景試下嚟個右路進攻，咁啊，清得出橫邊啊！差多兩步係。謝兆康執定嚟掟入去，曾超豪唔到啊！咁啊，兩個強一夾之下咧，就中西區強將個波咧撞咗出界嘅，角球嚟嘅。右路角球，海景由梁宇文開呢個波，刮入嚟平飛，哇！大家炒馬條頭柱位，最後呢個波擠高咗，彭琳琳即刻打上去，又俾黃力威快放㗎啦。呢邊黃力威可惜啊，都係離遲半步啊，因為呢個波如果俾黃力威推順嘅話咧，海景佢都可以深呼吸唞啖氣啦先啦。鏡頭影住中西區嘅擁躉啊！好啦，呢邊就海景嘅右閘劉永生，俾翻柳志成，撳嚟中間，曾志豪俾呢個波唔拖唔水，又俾中西區搶斷咗。陳曉峰放落去，安基斯過唔過到？被過埋范家朗，面對門將安基斯，可惜射咗呢個波省中人，個波彈後咗，最後就海景球員解圍。咁啊，安基斯呢個波射門就俾對方門將封出，呢個波再嚟個遠射蘇沙，抽高咗啊！其實有機會入到8-2嘅，睇多次啊！安基斯呢個波面對門將梁曉陽嘅時候就省中對方啊！呢個射掃把腳拖埋嘅時候就省中咗梁曉陽呢個波，成到5球優勢嘅時候就換埋龍門啦。咁啊，保羅都可以出嚟唞唞啦。睇呢個保羅，早威入喎，啲射手嗰啲。好啦，越位，又一次越位，又一次炸糊，兩個炸糊。咁啊，南華連食2個炸糊啊，仍然係2-2嘅嗰邊。可能唔使42碼添喎，咁搞法。但個旁證兩下都捉得好準喎，即係睇住你食喎，佢睇住嚟個。咁啊，另外彭琳琳似乎都被換出埋啦。咁啊，後備入替係張俊軒啊，中西區嘅右閘位置啊。係咪彭琳琳喺移咗過嚟左閘啊？應該被換出嘅係沈耀陽啊。咁啊，彭琳琳就轉咗。後備入替啊，海景23號李子軒就打個右翼鋒位置嘅，咁啊應該係取代咗呢個謝兆康啊。謝兆康喺度，咁啊要睇下佢哋係點換啦。謝兆康啊打翻落嚟個右閘位，劉永生打中間，咁啊應該係換走咗隊長張恒啊。咁啊而家變咗梁宇敏做隊長嘅。
張超浩執入嚟，張俊軒就過咗嚟包一包抄截停咗個波，猜翻過嚟彭琳琳一個急停避開咗，呢邊就海景就全軍撲晒上嚟㗎啦，係咁採取一個高度壓迫啊！防線就係謝兆康啦，中間就係劉永生搭住呢個柳志成嘅，左邊繼續係范家朗嘅。安基斯踩定咗個波，彈翻後呢個波終於俾海景強拍甩咗啦，郭祖威轉埋身，再翻去右路，謝兆康想話刮出去咧就出埋底線啦。呢個迪迪亞想俾過嚟安基斯嗰度，但係俾咗出界。阿基，頭槌點翻落嚟，安基斯順勢俾過嚟鄧廣恒，兩個夾住去，拍甩咗海景嘅梁裕敏，俾個朴敏圭再猜翻後，范家朗。柳志成又引球出擊啊！呢個波過半場㗎啦，前無去路，又要再猜翻後。最後回音俾門將嘅梁曉陽啊！范家朗側上前，郭祖威、鍾文俊再加張俊軒兩個追住去。清溫出嚟，又係海景強攞到，柳志成撳入中間，梁俊熙側上前轉埋身嘅朴敏圭，左邊人幫緊佢，冇錯，俾翻范家朗，點樣處理啊？左腳撳個地波離省眾人啊！角球。個球開入嚟，頭柱落，咁啊最後掂波嘅係陳曉峰啊，咁啊繼續海景嘅角球。咁啊嗰邊南華就憑住和達啦，喺禁區入面得住個位轉身射個掛網波，就3-2反超前3星啊！咁啊真係足球嘅嘢真係經常都係咁噶啦。你以為贏緊兩球好着數，嗰邊南華就反級3-2啊！憑住打多個人嘅優勢，係咁圍攻3星之下，咁啊中西區嘅4強對手會唔會係南華呢？嗱，繼續睇翻呢邊啦，海景嘅角球攻勢，掟去遠處門將嘅世界，後備上就何卓謙啊，雙手立晒，即刻開個長波上嚟就略嫌大力咗。加球開翻入嚟，范家朗俾而家柳志成，輕輕俾落左路，朴敏圭去唔到，又回翻俾門將梁曉陽。呢個波就俾曾燕晃刪一刪到啊！呢個傳送，不過出咗界。咁啊，嗰邊又繼續係形勢相當之激烈同緊湊啊！雖然南華就打多個兼領先一球，但係三星都要焗攻㗎啦，嚟到杯賽呢個階段啊！咁啊，肯定又會係大家搏嘈㗎啦。好啦，呢邊海景攻勢，迪迪馬解唔到圍，再點上前，機會嚟到，郭祖威右腳彈，中柱彈出底線啊！慘啊！呢個波呢，曾超浩同郭祖威配合就相當之靚，睇多次呢個慢鏡重播，右路先係謝兆康嘅推進，刮入嚟中間，迪迪馬解圍唔到，郭祖威彈橫，曾超浩頭槌點翻俾佢，冇越位嘅郭祖威跳起右腳一個腳背一彈，可惜嗰波中外柱彈走啦，罰球。睇又呢邊睇下罰球咯。好，又睇下隔離場嘅激戰情況啦，而家三星有一個嘅罰球機會啊，咁啊，因為呢邊嘅比數就真係關乎咧中西區喺4強嘅對手㗎。
呢邊，我哋又翻過嚟啊，繼續喺呢個中西區對海景嘅賽事。大腳筆咗上去，安基斯就同范家朗鬥跑㗎啦。安基斯對住范家朗，大家都效力過大埔嘅，單對單出過去龍門口，遠處一射，門將擋到，先係黃力威嘅射波，塌塌地啊！門將梁曉陽封位啊，用隻腳撈走咗個波，仍然喺中西區強腳下彭林琳接入去呢個波，過唔到呢個劉永生，即係光波彈翻出嚟，又落喺安基斯腳下。鍾文俊輕輕猜上去，張俊軒回翻後，鍾文俊再俾門將何卓謙轉咗過嚟，呢個波就幾高咗啊！嗱，加球謝兆康執地等揾人俾你個。嗰邊梁宇敏就走甩咗，但係佢又唔俾喎，搞到梁宇敏有啲失望啊！都係俾翻楊俊熙再差翻啲謝兆康，一拐過咗一關，繼續沿著右路推進，兩個埋夾佢，插入中間，側入嚟呢個波俾唔到梁宇敏，曾健坊間嚟搞破壞，最後大家一拍之下，安基斯方嚟幫手攞咗個波，側上嚟蘇沙彈翻後，陳曉峰第一時間左腳撳落去，黃力威沿住左路推進，去到 K 角位，拐落底線。左腳撳去遠處，今次就又有人包到啊！哇！海景嘅柳志成啊，喺近處位就包抄將個波咧就清咗出底線，哇！隊友即刻抽到。個球就屬於中西區㗎。下半場已經38分鐘啦，睇下黃力威處理呢個角球如何啦。有腳骨對龍門口，個組位頭槌頂翻出嚟，曾健坊即刻嚟個半窩里冚高咗呢個波。海景右路攻勢，謝兆康。大踏步向前推㗎啦，又刮入嚟中間，鍾文俊解圍塌塌地向咗後面，再彈翻少少倒西喎，咁啊，最後就出咗底線啦，海景嘅角球，好快開咗啦，梁宇敏左腳刮入嚟，過唔到頭中路嘅迪迪馬，頭槌硬高咗，去翻禁區頂打鬥得位，黃力威再往後呢邊落咗喺梁宇敏腳下，一搓過唔晒，人前波後。鄧廣行左腳吉落嚟，又俾呢個謝兆康偷到條路偷甩咗。呢下咧再想話拐一拐嘅時候咧，就俾呢個鄧廣行就督佢出界啊！猜走嚟禁區頂，再彈翻後，梁宇敏兩個埋嚟夾佢㗎啦，最後夾甩咗曾健坊，再加埋呢個陳曉峰殺出重圍，腳背一彈上嚟，黃力威。得住咗個位，搏到對方犯規啦呢個波。曾健坊退過咗中場，刮過嚟左路，黃力威彈入嚟中間，甩咗。好啦，呢邊係披安，海景球員點樣處理啊？想我側上去俾梁宇敏，又俾迪迪馬後上打咗個荷包，再俾翻范林琳，兩埋嚟夾佢，拍甩咗，猜翻上嚟，放上去，梁宇敏到唔到？又係迪迪馬發步，將波回翻俾何卓謙。大腳刮走呢邊，江基斯輕輕回翻後，張俊軒沿住右路放甩咗一個㗎啦，想話再側入去咧就又俾海景強襲到喎。最後范家朗呢個波踢佢出界啊！
右路安基斯一個假腳吸翻定先。曾健房就兜個後路幫佢啦，冇錯，向基斯輕輕挑高，但係對方都睺到條路。曾健房呢個波拉對方啊，咁啊出手拉之後咧，咁就俾球證吹罰咗。下半場41分半鐘啊，中西區7-2領先嘅呢場賽事。長波掟上去，何卓謙同對方撞埋一堆。呢個波有少少犯規嫌疑，但係裁判冇任何表示啊，助理裁判亦都冇俾旗號嘅。助理裁判嗰個位置都應該睇得相當清楚啊。蘇沙呢個波再俾上去咧，曾健房走緊翻出嚟啊，喺個越位位置啊，咁啊先。啱啱嗰下入攝就海景嘅球員就同呢個中西區門將何卓謙咪炒埋一碟嘅。後備上就係李子軒就殺入去禁區。何卓謙就有啲碰撞，但係裁判就冇任何表示啊。好啦，鏡頭影住沈耀陽啊，今日可以早少少休息啊。贏住咁，有緊5球優勢咁可以提早換出呢位老大哥。好啦，海景嘅控球權轉咗過嚟右路，又係謝少康。45度角呢個掟去遠處，哎呀高咗，直接出咗底線。呢個老大哥呢啲時間抽筋啊！呢個老大哥呢啲時間就想抽筋。但係佢俾人整嘢喎。好啦，黃力威上我嚟個轉身，對方又係謝少康啊，好活躍啊下半場。側入嚟郭祖威，頭先錯失咗個入球機會，呢個波咧就橫傳俾隊友，就呢個白敏灰咧就嚟個遠射啊！尼漢尼拉啦射到，唔錯。隔離嗰邊南華對三星就已經應該進入咗補時階段㗎啦。係啦，補時到緊時啦。我哋呢邊咧呢場亦都差唔多啦，法定時間已經去到呢個44分鐘嘅下半場。當然都應該都冇乜，即係個最終結果中西區晉級就應該冇乜懸念㗎啦。即係5球優勢，都根本冇足夠時間俾海景去追啊！睇下緊要時間會唔會有機會再入多球啦？呢個波想話分落去，范家朗用埋最後一啖氣追到，鬧入嚟，郭祖威頭槌一定靚啊！郭祖威，最快真係靚啊！下半場45分鐘，范家朗嘅努力加埋郭祖威咬腰頭槌一揈，笠死咗呢個後備門將何卓謙，追成7-3啊！慢鏡睇多次，范家朗出個波好靚啦，郭祖威亦都頂得好靚啊！個人要咬後，再用條腰力同頸力將波揈去遠處，恰到好處。咁呢場波10個入球啦，今日。又嚟啊！又開拖啊！又開拖啊！大家啲開拖意欲好高喎呢邊。我睇唔到佢邊個。呢啲係啊，和達啊！好似俾和達啊！呢邊有個中場嘅位置嘅罰球啊！比賽進入咗補時階段㗎啦。比賽7-3啊！中西區就4強席位都坐穩㗎啦，得上嚟又落喺海景嘅強腳下。梁宇敏分咗去左路，底線落入嚟，今次頭槌又頂到喎，不過頂高咗。頭槌何卓謙大腳開埋出嚟，呢個時候裁判員亦都長笛一鳴。